好，今尾吼，用啲番薯啊来做一些出来，我那蓝带猪排，这种做法咧，我那咱就做了，我那蓝带吼，番薯排。所以今尾啊准备材料就番薯吼，还有起司，有奶油，哦有鸡蛋粉，有西那个哦那토마토哦那火腿。你要准备个番薯就切一条吼，它切的了，它切的那小皮小小的，切的时间哈。要变哦，先切角个，莫比啊莫滚来滚去，你要切你倒下去莫切团的哦。像伊夹的哦，你睇动地板度吼，出做夹东西哦，你睇切一样，两刀吼，第二刀再来切团的去哦。准备的东西，等下那个把炸的东西夹在地板度吼。两样东西还有出料理呢，你不搞就生意呢哦。某一些东西好吃的东西都做得哈，来夹在地板度去哦。现在呢，今尾来夹了火腿哈，火腿，好切好先放旁边，好，切对火腿来切来细角的哈，细角就做得。好，准备一下。好，我今尾准备啲咧，哦，洗토마토。好，起司哈，你要买点起司片，夹把冻拢都去，哦，今尾咧夹把地包都去，哦，起司片，切细角。好，你做好。番薯有冇？刚刚像汤一样有冇？人家还有出来了，火腿，哦，起司，三种夹控下吼，来放喺地板度吼，哦，这样，哦，夹起来，来火腿、起司，哦，tomato，夹控下，好，今日准备了6袋。夹好哈，夹好之后，然后准备呢面粉、面包粉，然后一点冷水，再来分分啦吼，夹起来。好，来，然后东西先混它哈，找面粉，哦，找面粉先混它。木粉好来啊，放我旁边。用下炒料的时间哈，一摆出来分了吼。那等下分乱煮的时就唔系熟是不是喎？炒料先分。好，分好炒料哈，多的面粉来打泡泡啊，吼，泡泡啊，烤睇。别做做煎了哈，煎了乱煮哦，乱煮打开嘛，来煎吗？煎好乱煮的啲番薯片哦，来再混面包粉，混好的等下做炸哈，做炸，输出酱来就唔会盐香哈。好，然后面包粉再2片哦，来混酱来。哦，轻嘛，咪再来上来吼，来轻嘛。哦，轻嘛，俾鹽香下，哦，鹽香下。全部啱要หั่開，หั่完出嚟成分開。哦，又係一種做法。另外一種哦，很不解番薯哦，那就當多的番薯出的時間哦，你再拿來幾條有冇？幾條用烚，哦，拿去烚，烚到樣呢，烚到個皮有冇？裂開來的時間。要番薯出来熟，你看它烚到了是不？嘟好皮裂开来，一条番薯熟的哈，熟的番薯来留起来，哦留起来，哦留起来，哦不要被凿，不要被凿碎哈。好，
哦，不用去凿水，这凿水能打做个哦番薯泥哈，所以它凿爽，唔知有冇人食哦。好，火的时间，好，准备一条。啊，籽啊做的吼，布的啊做的，动小啊吼，你要切小，即来放起来吼，啊皮来要剥去，哦，你皮来剥去，准备一条盘的吼，啊皮来伊切好剥吼，你熟的吼，你皮切好剥，再剥去出做的，咱你准备一条盘，啊你啊盘的来吼，剥好皮的了番薯来撒过来，哦，来撒过来，溜啊过来之后，我哋皮切好剥。有熟就切好剥吼，剥皮，哦，插地基，哦，溜啊过来，哦，你看，按用番薯吼，单枪是咩切好是，你啊基本啊夹掉东西落去哦，就来动啊吼，来木卡吼。有菜的啊做的，有两种买两种东西要当夹吼，你啊两要做的，啊爱要好用点吼，出来轻吗？哦轻吗？轻面。哎，加啲东西落去吼，然后巴达哦，巴达加落去，哈巴达吼，巴达加落去就唔爱用糟啊，你像种是番薯嘛，阮卡到咧后面个吼，你表弟咧把打落去还油啊吼，还发带吼。另外呢，两个秘密武器，有冇？剃头粉，哦，剃头粉，加啲剃头粉甜甜，咩就讲剃头香味吼，那番薯加落去吼，哎，上次有加粉那个效果吼，有加粉吼，来番薯来加落去，加啲剃头粉落去。看你会水分啊，你做起来哦，有得个番薯吼，水分还湿，加啲面粉要做的吼，加啲两面包粉要做的，然后来腌啊吼，腌啦，好拿起汤匙来，哦，你这里看到是人的，是长的要做的哈，哎，表面粉当吼，哎。叫稳啲面粉落去吼，好做形状，做秘好吼，啊稳啲乱汁，啊再面包粉，哦形状做好来吼，哦，不要避冷。来，哦，小肉锅准备。哦，单数的做的炸吼。面粉的焖好的时间，出做我看到人呢变呢，在长方形的吼，自家来结天。好，焖到面粉，焖到乱汁。好，两边焖哦，乱汁焖好诶，你看做做焖面包粉哦，焖啊。好，焖好咧，油锅烧咧吼，按做了开始炸。哦，也该夹好诶嘛，番薯片，也油温擦下吼，如果不破了吼，做做落卜咧。冇变盐木带吼，慢慢的就松下开来，伊就冇盐木带。你表现唔听懂哦，那叫盐啊带下哦。你下咧不卡哦，礼拜日咧生意就对不卡哦，做了都比高啊咧哦，比是啊咧。番薯腐的哦，
加适加啲落去，人容哦对身体也蛮好哦。好嘞，差不多嘞哦，现在金黄色是嘛？差不多金黄色出做流起来哦。好。好，落去哦，先标一点脂肪吼，多揉就会来吸走来。记得熟嘅吼，啲底部都熟嘅，攞杯炸就金黃色出做的吼，唔是炸到香硬。肉鍋準備肉鍋嘅肉鍋嘅哦，炸出做的哦，準備列出料理哦，然後呢藍帶豬排嘅做法，然後呢做了然後藍帶地瓜排哦。蓝带地瓜排，番薯用一朵唔团的方式先切片，添哈姆、cheese、tomato夹喺中间，添其他番薯準備酥皮薄片，攞邊面以後粘到一塊塊，添兩種處理好的番薯混麵粉、軟麵包粉落鑊炸到金黃色，之後起鑊裝盤就做得嘞。